調理農務蘭花圍，由尋日喺土瓜灣大戰工聯會去踩場，要縮頭烏龜，號稱幾十年來一心維護基層、關懷工人嘅陳婉嫻總部，今日我哋嚟到香港嘅地標，所謂地標，超人無道，港人憤怒，調理農務，天公地道。今日我哋要話俾李嘉誠聽，我哋撐工人、撐罷工係唔單止去支持工人，仲係支持自己。因為回歸10幾年之後，所謂嘅港人治港，香港人當家作主，原來好似習近平講係一場夢。話事人由回歸前到依家係冇變過，都係喺呢度打工嘅李嘉誠、李超人為首一班富豪。回歸10幾年，我哋尊嚴隨住我哋人工係有減冇跌，物價係有升冇跌，點解就唔使講制度問題、官僚問題？我哋撐工人，我哋唔係話我哋經濟左派右派之分，係因為李嘉誠同外判商咁樣對工人係人道嘅問題，係道德嘅問題。你李嘉誠同班外判商咁樣對班碼頭工人係唔人道，咁樣嘅賺錢方法係唔道德。我哋中國人講禮儀廉恥，講四書五經，全部係教你做人要人道，要有道德。你要班工人一日做24粒鐘，連放飯時間都冇。喂，你工聯會黃國健啊，人哋拉布都話要放飯啦。工人你屙屎屙尿，你喺貨櫃度屙，之後有啲報紙將啲屎執埋就算，呢啲係唔人道唔道德。我哋出嚟反抗，唔係就話咩經濟左派右派，而係基於中國人嘅良心、應有嘅道德標準。今日我哋嚟自新界一班農民，調理農務蘭花圍，唔好讀錯，字正言辭。雖然對一啲剝削香港人尊嚴嘅人爆下粗都冇所謂，但係我哋係以理論理，以點論點。尋日我哋挨咗工聯會11日，要你出嚟講一句公道説話。陳婉嫻、麥美娟、黃國健、黃國興係全部歸屬到縮頭烏龜。今日我哋希望香港首富李嘉誠俾幾千萬起觀音像，唔代表你臨尾有好收場。你有錢唔代表你有善終。你做人對你班細、對你班下屬要公平、公正、有人道，你先有善終。工聯會6位立法會議員每個月計埋津貼，攞納稅人10幾萬人工唔出嚟，一句説話都唔講。今日用我哋香港嘅土地，我哋所有人有份嘅土地養起嘅李嘉誠，我希望佢要出嚟對話，還香港人、還工人一個公道。所以調理農務係今日係會絕對撐所有支持碼頭工人、所有支持工運嘅運動、所有支持維護人道、伸張正義行動。調理農務，天公地道；調理農務，天公地道。李嘉誠，收皮好啲嚇。李嘉誠，李嘉誠，李嘉誠，陳婉嫻，陳婉嫻，陳婉嫻，工聯會，工聯會，工聯會。仲有一個號稱幾十年來為工人流咗唔少眼淚嘅陳婉嫻，正式現代岳不群，由1997年廢除集體談判權，到之後支持領匯上市，到2010年反對優先聘請本地工人，呢所謂嘅工會
全部就每年攞納稅人錢，攞工人會費去派蛇齋餅粽，整嗰啲無聊，唔係話無聊嘅，超值攞納稅人錢嘅興趣班，養到佢哋肚滿腸肥，即係話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喺度潛水。工人罷工打11日，一句聲都唔出。我哋咪要求陳婉嫻、黃國興一齊嚟罷工，係要求你講翻句公道説話，你都唔肯。不特止，工聯會嘅高層邱美君，原來仲係外判商嘅管理層，原來號稱幫工人嘅工聯會，咁多年來係有份壓榨、壓迫工人，呢啲叫做表裏不一。呢啲叫做衣冠禽獸。今日我哋嚟，除咗係清算李嘉誠為富不仁，我哋仲要清算嗰班工聯會嘅衣冠禽獸。大家係咪？係。條理了冇？天公地道。條理了冇？天公地道。李嘉誠。收皮。李嘉誠。收皮。